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9号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甚物新闻重点。基隆一个接骨割会查某阿姨啊，因为规身躯软高高，年尾送去病院急救，医生讲有脑出血，案件一定会调查咯。民众党继续一案，佮继续滚假，有国民党的议员去地检署佮挂问题，违法申报政治献金，黄珊珊做假民调违反选罢法。台北市长蒋万安讲，要甲奥运羽毛球金牌王泽林佮领养母校中山国中附近的巷仔改做领养路，引起外界批评。来看基隆一个才5个月大的查某阿姨啊，家属伫8月请年母照顾，这个月15，年母通知讲囡仔伫家护病房在急救，病院是表示讲有脑出血，囡仔可能有去害着。家属是讲哦，当初因是透过政府提供的年母系统去找人。即马基隆市政府佮检警一定会调查咯。哎呀，翻起来了，翻起来了！这个查某婴仔听到因老母的声，伊头是水压起来，表情是真古锥。这个住伫基隆5个月红婴仔，伊的爸母透过官方年母的系统，找到一个姓周的年母。8月份开始委托这个年母来照顾。家属表示，这个年母伫13的时阵，有讲红婴仔伫翻身的时阵，有去弄到护卵，导致伊倒边的喙皮肿起来。想袂到15，佮送去年母因兜，过无偌久就接到年母敲电话来讲，查某婴仔送急诊。植物人的可能性跟瘫痪的可能性，他们说目前是可以确定，因为他说已经伤到脑了。他说送急诊的时候已经脑出血蛮严重的，然后加上他现在眼睛已经看不到了。家属表示，红婴仔送病院急救的时阵，差不多已经拢唔知人啊。病院诊断是脑的正病出血，认为那像去互大力国害的，目前伫家护病房救治。案件发生了后，基隆市长贾国良等人拢去病院慰问。包括说社会处、卫生局、警察局，包括我们的相关单位也有在，就是做一个横向演习。那希望说尽快可以为孩子找出真相。接获警局通报后，已经立即指派检察官保全相关证据，重建整起事件经过，厘清整个过程中是否有人员涉及刑事不法。家属讲，查某婴仔伫托育的过程有即时的影像，毋过煞无录影的记录，希望相关单位会当介入调查，了解发生的过程。目前市府已经通报卫福部备案，理清案情。若是这去年母大的所在，是无人来开门，嘛无法度知影伊的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昨暗头啊，有民众伫桃园的南坎溪边哦，发现一粒亲像看起来亲像炮弹的物件，马上向警方去报案。警方嘛随封锁现场，请军方来协助。军方是表示讲，这粒炮弹的引信已经生产登去了，无爆破的疑虑，后续会依照程序给毁掉。南港溪河床顶也留有黄色的封锁线。代志发生伫18尾仔嘛，汤湖有民众伫咧捡资源回收的时，发现一粒亲像微波弹。汤湖警方局接到报案，随封锁现场，佮用探测器监测有金属反应，检判是迫炮弹体，随通报军方到场处理。南坎溪河床旁发现疑似未爆弹。随即派遣警力至现场封锁，并通知监视小组至现场。经确认疑似为军用炮弹，随即联系军方防爆小组。发现微波弹的地点就伫桃园春日路一个民家厝的后壁，乌头机当伫河道内乌来乌去。民众讲，有可能是最近伫咧从河道挖出来，未想烦恼。这土挖起来不是有那个吗？有铁啦，有什么可以捡吗？还有一个种那个资源回收的啦，回收要卖的啦。他在下面看到，鉴定为60公里破炮弹残体1颗，引信锈蚀断裂，弹体中锈，无危安顾虑。针对微波弹处理，陆军第6军团表示，经过鉴定是60公里迫炮弹残体，微波弹引信已经生产登去。无归案顾虑，目前已经带回入库保存，后手会以废弹处理程序完成销毁作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道4号延伸计划第3标的工程，台中当时往来丰原的快速道路，早起有一个外国移工去互更警帮无地着，消防队到现场，这移工就已经无喘气、无心跳了。画面内当看到条外更机已经歪去，消防人员爱出动更机来抢救。意外发生的时候，可能是要装条啊，向更机放落来，一个外国移工未负卸幕去地着，失去性命的现象。也毋过意外是安怎发生的，爱个调查。
劳动部的中区职业安全卫生中心是表示讲，现场无设防止放气的设施，会罚业者30万，卖要求爱停工。再来看新北市三重埔的这笔街一栋大楼的顶仔卡，昨下晡5点的时候，泰路放落来，加在迄当时无人经过，无人着伤哦。这栋大楼的管委会表示讲，可能是因为最近一直发生电动，所以造成这款现象。新北市的工务局嘛表示讲，已经有要求按限期改善，无会罚管委会。区公所人员由封锁线抗警失败，为期进行返回，带动做解号，原来接到通报，电话卡的天棚大面积放落来。这个地方没有，这个地方可能就是盖的时候到现在，不晓得是不是之前地震很多天，然后它有松动了，久了，然后它就直接整排这样，就是刚才那前面那个没有，就整排掉下来。涂骹全拢是脆的泰路，堆成一座小山，镜头往顶面看，欠一大地。案发是伫新北市三重埔一米街一栋大楼，建造超过20年。昨夜1到5点，顶仔卡的泰路无有警落落来。好佳在代志发生迄当时无民众经过，警消还未接到相关受伤报案。我不知道，他就从上面经过啊，然后那个上面的那个石头掉下来，然后就砸到，就是小朋友都是人来人往，然后人一直进进出出这样子，一定会。其实这栋大楼去年都捌发生外壁的泰路落落，讲到过路的人的事故。虽然已经加强防护，设置相关防对网，也不过这一摆是电话卡出状况，新北工务局回应。会要求管委会限期改善。这一次部分因为它是第一次，而且它没有砸伤路人的话，我们会先做限期改善的部分。如果没有改善的话，会依建筑法规定来做裁罚。虽然过去发生过外壁泰路落去，也不过当地的工务局认定，顶仔卡出现事故是属于头一摆发生，也无人受伤，除非是无限期改善，才会以建筑法规法。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个上新的消息咯，现任的交通部长李明安今仔向媒体表讲，有婚外情，嘛有翕相片哦。上新的消息是，李明安对伊的行为来回释的，嘛已经口头向总统赖清德、有行政院长杜英泰辞职咯。继续来看民众党做介绍的这案，党主席郭文德是提出4大党务的改革，黄珊珊负责善后小组，也毋过前民众党的秘书长谢立强是认为黄珊珊应该先甲立委辞掉，专心来处理。郭文德今仔是无公开的回应哦。早起国民党的台北市员郑小平嘛去地检署告郭文德违法申报政治现金，告黄珊珊做假民调违反选罢法。谢谢。国民党台北市议员钟小平19早起去台北地检署，告郭文德伫总统大选的期间违法申报年额失落916万的费用。嘛，过去当阵的郭文德竞选办公室总干事黄珊珊，也阁有求真民调公司总经理关帝武做假民调，想要互迄当阵的总统候选人侯友宜无法度当选，涉及违反选罢法。弄了9次，花了1000万啊！民调一份就是10万、20万，你一份怎么100万？而且做出来民调9次都是我们这侯老三，从头到尾主导假民调，意图使侯友宜不当选，我们要告他选罢法。郭文德含入做假消的风波，党内甲目标指向迄当阵郭文德竞选总部总干事黄珊珊。前民众党秘书长谢立功表示，黄珊珊应该先甲立委辞掉，了后来处理，这是较负责任的方式。你没有立委的身份，你还是可以善后啊。而且这个是感觉起来是比较负责任的态度。如果你觉得别人有冤枉你，你可以用律师的身份再做澄清啊。主席，那个谢立功指引黄珊珊担任36小组的召集人是学员监裁犯，你认为呢？郭文德人伫高雄参加青年部的活动，面对问题，伊是真低调无回应。不过郭文德昨夜嘛提出党务改革，包括财务监督委员会、长期合作的律师团、成立应变小组，也有善后小组。其中善后小组是由黄珊珊来负责。不过郭文德将幕僚郭友安质疑讲，这无啥物道理。常常在讲说什么中评会是这个共同的决议、集体决策，但实际上我相信这个决策要做，还是要看皇上的脸色而定啊。所以今天皇上现在看起来是没有打算要做这样处置，皇上他还是要负起最大的这样子一个责任。民众党下晡会召开查小记者会，
党团总调黄国昌表示，国问题是发现问题，就会去解决问题的人。竞选总部有关报销的代志发生这离谱的错误，当然有必要来善后，会将所有的小查核清楚，让社会大众来了解。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北市长蒋万安讲要甲奥运羽毛球金牌的王泽林佮李阳因的母校中山国中附近的巷仔改做林阳路，引起真侪讨论哦。民进党的立委吴思瑶就批评讲，这有一点仔超过咯。也毋过蒋万安是讲哦，总统赖清德伫咧做台南市长的时，嘛要甲嘉南国小附近的路改做北电路。蒋万安认为讲，立赢是两套标准。这条伫台北市中山国中头前，人来去的巷仔，就是复兴北路361巷，巴黎奥运羽球男双李阳、王泽林破纪录连拔金牌。台北市长蒋万安提出将两人母校头前的巷仔增加别名叫做林阳路。我觉得蛮好的啊，这个给他们一个表扬的机会，然后让社区的大家有个地方可以活动，顺便推广一下羽毛球。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意见。对，只是我觉得需要给人家一段适应或了解的，对一段过程。李阳感谢被肯定，暗过认为林阳两人无法度代表台湾羽球的全部，希望唔通抹去前人的努力。暗过民进党立委吴思瑶批评，蒋万安是政治操作的手法，指其蒋万安唔敢改动中正路。暗过蒋万安回击，林阳路是用别名，唔是改路名。佮点名赖总统伫台南市长任内，为纪念北电武役，将嘉南国小周边道路改做北电路，反击令人上标。蒋万安市长显然就是一个政治操作的思维。好，我想过去到现在，国民党统治台湾治台时期，那为了他的统治的需求，大量的去用路名的设置来达到他们要的政治目的，让所有台北市民记得李阳、王麒麟他们为国家、为台湾在奥运赛场上拼搏到最后一刻的精神，不改路名，而是增加别名的方式。所以委员的批评，我认为是逻辑所。蒋万安佫讲到，台东的团公路也是为纪念1960年罗马奥运亚洲铁人杨团广摕10项全能金牌，强调林阳路的别名是会照联署审议地方说明会甲在地居民过半的同意等相关的规定定数来进行。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湾推动梨花风电国产化，望国民党来打造本土的产业链哦，创造1.2条的产值。也毋过，有专家批评讲效果是真歹。经济部的林元署是表示讲，会来协助业者降低开发的成本，嘛来找资金投入。台湾积极推动绿色能源，台电国开9,000亿买梨花风电，不过经济产值还未享受到，所传出10个风场当中有9个进度拢延前。台湾的离岸风电进度延迟，这是受到疫情的影响，会监督经济部依合约来要求业者如期完工，来强化我国的电力供应。在风力发电黑洞式的这样投资，收到的绿电的那个能量又不够的话，是否政府在这能源政策要重新再考量一下？盘点梨花第一阶段遴选的西部海峡10个风场，只有稳定日期有达到标准。大中华东南风场甲大中华西南风场达成率是80%，中风1期甲2期达成率70%，海峡1期达成率上低只有2%。后明7月底各总告 WTO 指台湾推动梨花风电国产化违反 WTO 规定，爱台湾伫60天之内提出解决的方案。经济部部长郭志辉是回应，会朝开放方向建议，未来梨花风电国产化恐怕出现变数。你违反 WTO 很多东西，对你可能会杯葛嘛，对不对？所以政府自己要好好考虑这一点，用全部老百姓和全台湾工商业的钱来救几家风电产业的公司嘛，这其实是有问题的。赛法署表示，9个风场达成率不如预期，是因为相关零组件国内无产制能量。林元署回应，面临全球开发成本欠悬，会用降低开发成本引导本土资金参加，协助业者克服挑战。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新闻来看，洛西亚湾东地区伫昨早起发生规模7个大地震，说来又阁有2座火山喷发，因为伫正阳的附近有大型的海军基地目前是阁还无传出灾情。另外，伫土耳其西南部热浪的旅游胜地挖进爱琴海的一个砖头，昨火灾有43栋厝拢毁掉，阁有20来个人受伤送病院。厨房内底物件开始大来害大来摇，18早起拄啊过7点，洛西亚湾南地区勘察加半岛发生规模7个地震。Эпицентр землетрясения находился в акватории Тихого океана в 108 километрах юго-восточнее Петропавловск-Камчатского городского округа. В отдельных районах Камчатского края это Петропавловск-Камчатский, Вилючинский городские округа. 地震发生了后，勘察者甲千岛群岛北部的黄岩岛有2座火山喷发，火山khu冲到5公里远，当局也捌针对空中交通发布警报。彼得罗巴夫洛夫斯克市是一个人口超过18.1万的港市，4口位有火山围绕。甲洛西亚一个重要的藏水艇基地过一个晚上对看，真侪专家认为，这摆地震可能是勘察者半岛东南部发生更加强烈地震的兆头。伫土耳其西部位伫关关山堡，风景真好的砖头因为野火侵蚀，天堂梦幻的景象变做地价。过去几天，土耳其第3大人口爱琴海城市伊兹密尔4口位的森林山坎发生大火，厝建筑烧了了，农庄内的特生死亡。Benim 12 tane koyunum vardı işte. Küçük baş şeyler vardı, tavuklarım vardı. Onlar yandı. Köpekler vardı, köpeklerim yandı. Bunlar yani. 当局表示，野火伫强风的助长之下，小时间真歹拍花，即马大部分已经控制，也毋过拍火工作继续。这是土耳其今年热天以来上大的一场野火，对了土地也阁有大范围的草根仔树火园，甲芳香焚烧了了。公司新闻黄伟林编译。再来看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伫昨表示讲，会继续往罗西亚库斯克州拍入去哦，是为了要伫遐建立缓冲区。这嘛是泽伦斯基头一届将军队采纳的攻击行动讲出目的。另外，美国的华盛顿邮报17报道指出，乌克兰的攻击造成停战的谈判无法度继续。也毋过，罗西亚是表示讲，双方目前无会进行任何的谈判。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则被第一遍清楚说明，虽然跨境攻击俄罗斯库斯克州的目的。Основне завдання наших оборонних дій загалом знищити якомога більше російського потенціалу війни і проводити максимум контрударної роботи. 基辅伫咧虽然对俄罗斯库斯克州跨境攻击，是俄双方相对以来对俄罗斯境内上大规模的行动。16日，乌克兰宣布摧毁附近的城镇格鲁斯科沃另外一座桥。在此进前，泽伦斯基对相关行动的讲法是加固当地阵地。俄罗斯18日针对华盛顿邮报17报道，乌克兰相关行动造成俄乌双方就停止攻击对方基础设施等间接谈判无法度可再继续是可能。讲唔捌针对民用关键基础设施加支付谈过。华盛顿邮报报道，两个国家将会伫这个月派代表团到卡达，就停止攻击对方能源加电力等基础设施进行谈判，定位是部分停火。不过因为乌克兰跨境攻击俄罗斯，造成谈判停来。公司新闻黄伟玲编译。再来看美国的民主党按算伫Chicago的全代会正式来提名副总统贺锦丽，佮有明尼苏达州的州长华兹，加做2024年民主党的正副总统的候选人。贺锦丽甲华兹昨嘛去宾州邮票，贺锦丽甲川普两个人嘛互相批评，拢无好话。美国副总统贺锦丽18日甲青山副手明尼苏达州州长华兹18日去关键摇摆州宾州邮票，希望用伫19定调芝加哥民主党全代会进行优待下说。贺锦丽无直接点名，不过暗指川普将政治焦点放伫打倒对手，完全是两者行为。Anybody who's about beating down other people is a coward. 59岁贺锦丽18日伫宾州的这个讲话，好亲像是回应78岁川普前一天伫宾州佫一摆对伊的笑声甲外表的人身攻击。川普伫演讲当中，前一摆讲到贺锦丽是一个小的是共产党，比拜登佫较好打败。You know, if I didn't debate him, he'd still be running right now. But I believe she will be easier to beat than him.
because she's a truly radical left lunatic. 何锦丽甲伊副手华子分别伫2月配5的陪伴之下到宾州，在警察巴士店开邮票行程，两人也去宾州的一个电话催票站。何锦丽亲身打电话向选民拜票，也到当地高中美式卡球队甲队员互动。宾州是美国赛替身代之一，另外2个州是威斯康辛甲密西根州。这3个州帮助川普伫2016年大选当中意外胜利。伫宾州大汉的拜登2019年，互这3个州成功反转。何锦丽这摆目标就是要互这3个州平盘。What we see in each other, which fortifies and reinforces that the vast majority of us have so much more in common than what separates us. That's what this campaign is about. Yes, it is about winning, and we will win. And we will win. 根据上新的民调显示，何锦丽无论伫全国或者是摇摆州的民调，已经大大缩小甲川普的差距，包含宾州。何锦丽18较暗已经到芝加哥，准备参加19登场连续4天的民主党全大会。搁伫大会最后一天正式接受民主党提名，发表关键的提名演讲，算是被参选北京的宝座。公视新闻警员庆编辑。过来消息来看，阁有风台形成咯。今仔日透早伫台湾东边的琉球海域出现第9号风台混触，是往朝鲜半岛方向移动哦，对台湾是无直接的影响。也毋过20甲21要去韩国的旅客，都爱特别注意哦。另外，这2天受到西南气流的影响，南部民众都爱特别注意，会伫短时间内落大雨。受西南气流的影响，南部不少民众透早出门要上班，就拄到大雨。中央气象署8日嘛针对高雄和屏东发布大雨特报。另外，即马拄好是大流，嘛提醒沿海的民众要加注意。加在即阵雨按算是8日开始就会大大减少。今天在南部地区要留意，可能会有局部的短延时豪雨，中部地区也会有大雨。其他地方的话，虽然目前都还是属于多云的天气，不过要留意中午过后可能会有午后雷阵雨，并且可能会有局部性的大雨哦。不过到明天白天，台湾本岛的雨会逐渐的趋缓。不过在澎金马这个区块呢，风力还是比较强劲，明天还是要留意可能会有局部性的大雨出现。另外，8日透早2点左右，台湾东边的海面上已经出现第9号风台混触。气象署表示，因为太平洋高压的关系，目前看起来会扫对朝鲜半岛去，对台湾未造成影响。但是向热是旅游大过，有打算要去韩国佚佗的民众，恐惊都会受影响。它的环流大概是在比较琉球海面这一个区块哦，并不会对台湾带来比较明显的影响。它未来是比较以偏北的方向去移动，也预估在24小时之内呢，都还是维持轻度台风的强度哦。那如果往西的话，因为它还是在比较温暖的海洋面上，所以说还是有可能会维持轻度台风的强度。不过比较往东的话呢，可能登陆之后强度就会逐渐的减弱。气象署嘛提醒民众，虽然过去这几天气温较无遐烧热，不过对拜四开始各地都会恢复自热冷的天气，高温会升到35至36度以上，民众都要加注意。记者林晓凯台北报道。前一阵凯比风台扫过，对华人造成真侪影响，有一寡50担以上的大树啊，嘛拢倒去哦。民众希望讲，看讲有啥物办法，通甲这些老树啊救回来。花莲高中湾港口的海滨公园，报道两边有真济50年以上大树，互凯面风台吹倒。长期伫遮运动民众看甲真唔甘，唔知这老树是不是还有机会挖落去？有的整个阶段应该是长不回来的。会很难过，对不对？对啊，因为我认为啦，就是有的你把它对半砍掉渗透嘛，应该它就不会再存活了。关府建设处表示，花莲树啊主要分列管老树甲一般杂木大树，目前主要倒去是卡千斤的一般杂木，亲像青啊，已经派人修剪了降低树头的重量，搁定静登去。还必须要做一些观察，也不晓得说这个实际上它能够存活的存活率大概是多少。我们当然尽快的把它种回去，让它能够赶快能够有机会能够让它再生长。也有人认为，这摆凯面风台来进行，相关单位无对树啊做修剪，才互较大的树啊挡袂去强风扫倒去。这一次好像可能是没有想到会这么大下来。那像这种比较大的，我这么看了一下就非常很可惜，没有修的。对，这个没有修，这个上一次好像这一代也有倒过几次。
官府建设处强调，计划伫封城期间往派人修整，暗过即摆开明丰台路线的方向转变，未来加强丰台进前计划加固作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嘉义大拿去年4月成立全国为有官方认证的菜色果子生产合作社。过去的4月到9月笋仔就会大出。也毋过大拿的农民是讲今年受到进前开辟风台影响，所以今年的笋仔的产量只出2成尔。笋农甲采收回来，立地笋一个一个先做处理。因讲去年这个时阵是一车满满拢是笋仔，即马剩无一半，就是因为顶个月的风台，互笋仔饮水去伤着。即摆风台大部分拢是的确有倒去，嘛有水倒灌入来田底，规拢淹掉的。所以造成讲咱无顶会捡土乌米，基本上若捡土乌米浸过水，笋仔伊就会烂，产量伊就会减少。嘉义大拿镇种植笋仔的面积有800公顷，今年的产量有3万吨，是嘉义上大的产区。去年4月的时阵，大拿的笋农成立友善户外青菜生产合作社，开始推广友善种植的保育观念。今年却伫采收期间拄到风台，互因造成正大的影响。我剩无2成，我以我个人的，我剩无2成，因为我迄是去山砍乌布，我惊伊讲跌到受伤，所以我甲乌布掀开安尼，即马大拢挂青笋。4月到9月是嘉义县大拿立地笋大出的时间，煞因为风台造成连地性的损害。合作社表示，目前农少计数嘛悬，上紧阁要等1个月了后，笋仔的产量才会豆豆稳定。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来看台中今年9月要办 F1 赛车的活动有风声讲定价500块的票，即马伫网络顶头已经花到3000块到7000块咯。台中市的运动局是呼吁民众会当去检举，若互抓到爱罚定价50倍。快车道双向8个车道，宽阔的路面车流量真多。台中市府日前宣布，9月28要伫咧遮举办 F1 赛车展演活动，14号开放买票。结果3万张门票一声就卖了了。现在传出一张定价500块的票券，伫咧网络社团转卖，起到3000至7000块不等，民众是感觉震撼。大家好不容易都是去排队去抢票，然后结果只要因为你就是可能利用什么工具，然后去抢了这个黄牛，然后去卖给大家，那这样对大家都不公平。7000应该有可能会有人不敢买。对，因为真的太高了啦。市府甲活动单位主打2024年亚洲为 F1 活动首度登台，会邀请 F1 车手赵田寓意展现赛车性能甲高超的技术，受到车迷高度的关注。台中市运动局证实出现疑似黄牛票的状况，强调会使以运动产业发展条例来办，上悬会使处票面金额50倍罚款。依法可开罚票面金额10倍至50倍的罚锾。若使用机器或不正行为抢票，更涉及刑事犯罪，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抓到必遭重罚。这种贩售票券的人通常都不会以实名登记，如果日后遇到票券争议的时候，可能很难找到业者，然后去做消费争议。市府表示，也未接到民众投诉，若是黄牛使用机器无正当的行为抢票，更加涉犯刑事犯罪，抓到就移送检调侦办，会使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提醒民众，若是有无需要使用的票券，会使伫咧9月21进前办理退票，呼吁做阵来防制检举黄牛，保持市场公平甲透明。记者台中报道。昨昏中原已经有150栋历史的屏东恒春的唱歌是真热烈。去年因为风台无办，今年计共是有13队参加。落尾在地满洲体育会这队头一个抢到顺风旗。旧年7个中元节，真侪所在拢有家己的传统民俗活动。像屏东恒春的唱歌活动，就要甲150年的历史。不过去年风台来无办，今年有13队参加，要抢顺风旗。去年因为台风，虽然没办法如期晚上你家来抢菇啦。那今年呢，我们一定要盛大的举办，庆赞中原祈求平安。不过炮啊拄放煞就开始落大雨，互唱歌更加困难。伫条仔顶挂一件正高的黑色的牛油，选就一个贴一个要向顶头爬起来，若是无水力落来就搁顶来。
伫上早抢歌活动是4支条仔领，恒春镇公所扩大结合观光，17年前增加到36支，中4支留予好兄弟，剩咧1号选手辈，总奖金要加100万。过来继续努力大家一个贴一个，打对方的肩胛头向顶头爬，不过因为油正骨，较歹出力。若无顺利骨来时阵，也顺手用布条甲油扣来，互后壁的人较好爬。今年有包括来自第8家宜兰的队伍参加，将成为民众伫咧河中加油。上尾冠军是在地满洲体育会摕到，甲孙宏基留伫咧屏东。第2名是宜兰的李吉王公庙。今仔日呢比赛会使讲顺利圆满结束。咱嘛要感谢所有的裁判所付出尽职的责任。因为唱歌活动的条仔离固定古迹恒春古城伤远，文化部不要求将条仔山所在，所以以后伫咧东门社外的唱歌活动，可能规模会缩小，或者是另外找所在，希望会让延续恒春100年的传统，传承当地文化。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昨高雄的三民区哦，有民众在坡道刷甲金炉放伫路中，会烧金纸，影响到交通。警方表示讲会来处罚。另外，伫台南哦，有强庙的私人停车场发生火烧车，有7台汽机车拢烧起来。骑车经过高雄三民区的电话路，民众赶紧向倒边挖，就惊去弄到徛伫黄线边仔的查甫人。警方表示，一旁人安尼徛伫车路咧烧金，佮有放金炉占用车路，拢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会当罚500块到2400块。是还好啦，没有说很多啊，不然要叫一单个一概念啊。对，我们都是在庙里去拜，就在庙一起烧啊。定定看到有民众甲金炉放伫咧门骹口，住户出面解释讲，因为大楼咧坡道，才一群人做伙烧金，乞丐着交通，感觉真失礼。环保局表示，有提供到厝收运金纸代替烧的服务，民众若有需要，会当联络因来处理。也比较不够里面啊，他们说下次会改善，下次会注意再改善这样子。市民朋友如果有需求，可以打电话到各区清洁队进行预约到府收送。那此外，今年也推出了全年度的纸钱收运服务。若台南是有一间庙仔的私人停车场，那像是烧金引发火灾，现场的7台汽机车拢互火烧了了。这个停车场是经庙下，平常时是租予厝边隔壁。这站以外，那像是放伫停车场的金纸导火了后，去炭烧到边仔的车。警方即马已经咧调查导火的原因。记者高雄台南报道。真侪人哦，拢会甲普渡的祭品送互有需要的人。来看婚礼的家福中心，因讲今年普渡的量是有减少2成，也毋过同款拢有真侪民众甲这些物件捐出来送互弱势的家庭。家福中心的人员一个在无用婚礼物资，这拢是中完普渡后真侪庙宇善心人士所捐赠的奖品，包括白米、豆油、面条和饮料等等，拢将转送予弱势家庭，帮助因减轻家庭开销。差不多省了差不多好几千元，就是让小孩子有得吃啊，不用担心啦。虽然只有300多份，那我们还是会把它分给我们所有的家庭。对，那我们目前会有协助了980户的家庭，那平均每一户我们有算过，大概还是都能省将近3000以上。今年家福中心表示，过去中完后，家福中心的仓库拢会探访真侪捐赠的奖品，但今年可能受到物资起价等影响。奖品的倒数为去年420倒，减少剩320倒，规体减少2成。另外，北港调电宫举行中元普渡法会，各行各业准备丰盛的奖品。其中青果部准备总计20万的水果山，法会结束后3分钟就被开了。很好玩哦！你从哪里来？我从新港。新港，你捡了多少？还比较后面。也很小啦，个青果哦，爸爸有去抢安尼，办活动就这种付出，人嘛真侪负面的评语就讲恁都无人抢，恁浪费，真正是摆事正方形的，为咱抢袂到，别去倒店抢，即摆来开通条线的，大家抢出来着，就免别去倒店。民表示，北港因为早年商业交易热络，每年普渡时各行各业拢会以铺号为单位准备奖品，而青果铺水果山在疫情过后就停办。真侪民众希望会当停办这项活动，
今年河浜要民众免费骑这水果，等去食平安。记者向为报道。来看血友病是一种遗传性社会功能异常的疾病哦。最近美国核准一款新的细胞治疗，只要注一下就有效果。也毋过哦，注一下爱代票1亿。健保署是表示讲会来评估加入健保，未来嘛来经过健保药品的会议来讨论介绍。也正手无法度存伫有血友病的朋友，全身的关节拢可能面临出血问题。最近 A 型、B 型血友病细胞治疗注射剂，得到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核准，只需要注一下就应解决患者经血因子无够的问题。未来若伫台湾摕到受术许可证，首相向健保署申请给付，健保署应评估纳入健保的可能，包括这个药品的。是否有确实的疗效？第二个呢是它的成本效益。那第三个的话，就是要去关注对于病人生活品质是否能够真正提升。A 型、B 型注射剂传出爱300万美金到350万美金，合大票差不多1亿。不过，血友病协会理事长周瑞钦表示，这是欧美商业保险公司所付的介绍，关请厂商甲健保署讲的介绍，基本上无可能是天价。使用这一个基因治疗的话，那这5年所节省下来的一个药费，就等于他们想要一个跟健保局谈到的一个价格，那预估就是在3000到5000之间。健保署是回应，最后给付介绍依照法规由健保药品共同议定会议讨论了后决定。医师指出，这药剂伫临床上治疗效果真好，不过拄到外伤或者是重大手术，依然有出血风险，首先爱补充凝血因子。在 B 型血友病过去的临床试验显示，它的效果是相当不错哦。当然，它目前能够提升到第9因子，大概是到35到40%左右，好，那当然正常的是50%以上，那但是严重的病人呢是小于1%。因患者身体状况拢无同，这个药物无法度专门取代其他疗法。不过医生甲病友拢乐见无共款的用药选项，减轻病友甲家属沉重的负担。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的生育率是全球上尾名嘛，已经是国安危机了。国民健康署实施试管阿婴仔的补助，3档来出世2万的阿婴仔，目在进行人工生殖法草案的修正哦。未来同性的卡布、未婚的女性，拢会当有条件来开放代理孕母，要拼2个月内把草案送到行政院。王小姐甲洪婿结婚1个年，一直拢袂当如愿有心生囡仔，一直到申请国健署不孕症治疗，2年前使用子宫形植，生到宝贝查某囝，后来想要搁增加1个囡仔，互查某囝做伴，二度提出申请补助，总算伫今年7月搁生1个宝贝后生，而且也加做国内子宫形植补助方案上路以来第2万个囡仔。是第一胎有补助10万，是，然后我们就有打算去找那个医生来帮忙。国健署表示，为了支持甲协助不孕翁仔某达成生育愿望，为100年7月起扩大实施不孕症治疗补助方案，3天来已经成功帮助1.8万外对不孕翁仔某生2万外个子宫形植，其中生第一胎的不孕翁仔某有2000对，佮提出申请来孕育第2胎。另外，也会加速人工生殖法草案修正，除了将适用对象扩及同性配偶、未婚单身女性，也有条件开放代理孕母。那我们会在保留这样的一个议题之下，公开专家的讨论，我们希望取得社会的共识。区泰官强调，草案有顾期已经结束，会赶紧安排专家会议，听专业意见，并2个月内将草案送行政院。同时，也呼吁25至35岁适龄男女爱掌握黄金生育期。若经过医师诊断有子宫婴儿疗程需求，会当到全台101间特约人工生殖机构申请子宫婴儿补助。记者综合报道。卫生福利部统计，交通事故是国民10大死因的第8名，其中65岁以上的死亡率上高。台北市监理所要来加强高龄驾驶的教育宣导，望讲会当来减少意外的发生。伊嘛提出友善老大人的一寡服务，咱做伙来看卖。
监理所人员示范公车门封夹的系统，若有物件开掉咧，门就会随拍开。这是今麦台北市上新型的公车。根据内政部的统计，台北市65岁以上的人口有22%，外超过20%已经是超高龄管区。为着要照顾侪老大人和大众的安全，台北市区监理所拍算要甲公车门道改造有封夹的，嘛算是要为老大人打造更加友善的环境。包含就是我们有提供一些高龄的驾训的课程，还有一些高龄的跨机关的交通安全的演讲。那另外我们对于这个管辖的一个客运业者，我们也提供了一些乘车的一些优质的一些环境。我想未来我们会把它推展到各监理站。台北监理所嘛和台北市卫生局合作，签署高龄优先场合宣言，未来要加强高龄驾驶的教育宣导，设置人力功能监测区，也有逐年的急救训练等等，来降低老大人交通事故的发生率。健康服务中心会提供所谓这个高龄化，特别是我们的这个高龄长者的一些需求，老人家会来参与的长照这些，我们都会在持续的在加强这几个部分。为着要落实高龄友善场合，台北市区监理所拍头阵指出，未来因会对管理、服务、环境及教育训练4大方向来做，嘛希望带动其他监理所推出友善老大人的服务。记者卢尚如、郑准由台北报道。环境部拍算114年开始，要用适当的时间投入2亿8千万的经费来设性别多元的便所，要对原本的623间要增加至少1倍。性别友善便所的标示牌顶悬有查甫嘛有查某的图样，意思就是任何性别拢会当来用，内面清气通光，而且每一间拢有隔间，使用的民众拢感觉足方便嘛足安心的。查甫拢有家己的选择吼，然后有坐式厕所、蹲式厕所，然后小便斗都有隔间这样子。免等免排队，入去就用上便所，安尼袂歹。根据统计，台湾目前有623座性别友善便所，为着要尊重多元性别族群，环境部拍算伫未来4年投入2亿8千万的资金，达成118年有1246座的性别友善便所，提供多元性别族群有愈侪的选择。为了推动更多的性别友善厕所，所以我们编列了2.8亿的经费，在114年到118年之间，我们要让这性别友善厕所能够倍增到1246座。根据环境部的调查，目前有70%的民众是会当接受性别友善便所，嘛愿意去使用。为着要落实平等、多元、甲尊重，环境部鼓励私人企业会当增加性别友善便所，来重视性别多元族群。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台南的府城有真侪艺电的文化局甲顶头儿童艺术教育结合，伫小路文化园区办活动哦。然后囡仔会当体验香科制作，毛真热烈的顶头通看，那么做伙来欣赏。突然间，囡仔摕酒滴啊，去头先甲放入水内3分机，再搁过黏粉，煞尾才混水，选家己喜意的香粉，甲过招粉，就安尼来来回回做3届，才通完成制香的流程。这是小龙文化园区所打造的小型制香厂，为了甲文化艺术向下顶进，这回电市文化局甲家庭参与同艺术教育做结合，要互亲子透过五感体验来体会老工艺术。就新鲜的安尼啦，比较少去碰到。咱一寡文俗的文化，相对性的这些阵头啊、顶头个庙的一寡观香啊，会愈来愈少。第一个，互恁仔知影讲香是安怎做，因为较早我细汉无捌看过。这阵环保意识，佮加上部分庙宇点香的数量咧减少，地区传统的制香产业只好对咧转型，走向甲观光、甲生活化的面向，才嘛展出各种香的变化形式。另外，这回引起囡仔的顶头艺术节做主题，甲规个园区正做囡仔版的香科盛会，唔敢来当甲府城第9个艺店看好到开，囡仔嘛通落去操练。从神教跟小小蜈蚣阵出发，那其他蜈蚣阵以就是庙会还有阵头来说，它算是有点开路先锋的角色，会让小朋友用一些颜料的方式去创作自己的义阵跟阵头。顶头的文化吼，免我互伊这个生态，其实真重要的是，互后一代人嘛了解到底台南的顶头的文化的这个真核心呐吼，这个内容是啥？我刚刚按着希望透过这个活动，会让达成安尼效果。八月是小浪艺定月，园区这个月逐礼拜假日拢设计无同的主题，要带乡亲斗阵入捌艺定相关文化。
头届办这款活动，文化局讲，这嘛通对地方文化多元发展有实际帮助。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来看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哦，逐当拢会用戏出来讲出台湾的历史。今年迄落搬是日本时代台湾文化协会林献堂秘书叶英正的故事哦。伊捌做过记者，真敖写，所以嘛为台湾的政治运动留着真侪记录。若是讲以找定来，咱敢有可能行出无共款的路？我是感觉讲，毋管时代安怎变化哦。你嘛永远袂改变。演员扮演日本时代台湾文化协会成员叶英正，甲伊的好朋友曾水成、叶德三个人，带民众用看戏的方式来设展览。18日咧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办戏剧导览，嘛用唱歌的方式来唱叶英正所写的诗。东岛守在孤将你。爱美丽岛是叶英正伫1961年所写的诗，在写台湾文明哀愁甲对外来政权的不满。叶英正是立宪党的秘书，伫1931年捌和罗河创办文化杂志南音，然后伫咧日本时代的台湾政治运动，伊嘛付出真侪贡献。为一首诗会使看到伊，即个人经过遮侪朝代了后，伊对台湾史的感想甲评论，所以讲会使互即卖人参考安尼。他自己后来也担任过记者，他其实一直在这个就好像在那个时代的旁边看着这一切发生，特别是他的文笔又非常的好。所以他留下了很多的文字的记录。戏剧导览团队以看古时代的人做主题来呈现这出戏。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表示，演过讲到台湾文化协会，大家拢知影林献堂、蒋渭水，所以罕有有人知影叶英正，希望透过戏剧向民众小解伊。过去咱若看展览，拢是安静一个人看，无就是听讲阮个导览的老师伫咧讲，真罕有人用戏剧的方式去演出，所以阮就逐年拢会推出即个活动。官方表示，戏剧导览刷落来，也跟有9月初一和9月初八2场拢是全台语的演出，希望招民众做伙来看戏，那是展览嘛了解台湾史。记者卢尚如林晓凯台北报道。台中大雅区的农会甲青年农民合作，招囡仔乐田哦，互囡仔来体验较早做事的生活，咱做伙来了解。囡仔落田里布场啊，原底也无啥个关系，一直大声喝休。毋过大民国小2个班的学生一听到要比赛会当上报了，大家随进入状况。布场啊是愈布愈流利。这个活动是大雅区农会为着要推广食农教育，邀请学生用正餐来认捌，逐工食的饭是为对来的。让我们学生能够知道说，稻米从秧苗种下去，然后到采收，然后到餐桌，整个过程，让那个小朋友知道说农夫的辛苦。后续我们会再带小朋友会有4堂的课程，就是每个月来观察一次。要落田里进前，少年农民先亲身教囡仔布场的撇步，咧布的时阵数量一定要有够，才通避免互金宝利食了了。所来还摕金纸摆土地公伯啊，甲地基主求因保庇，会当五穀丰收，雨水接应。这个体验互学生会当躺车卡落去田里做事，家长嘛就支持。其实刚刚小孩子要下去的时候，都会很害怕说那个泥土啊脏脏的。这个是在外面没有办法体验，所以我觉得大民国小做这个活动跟农会很棒。我觉得超级棒的，就是我体会到农夫的辛苦。我们以后也要把饭吃干净，然后也不要掉米粒。场仔布刷伫准高，甲脚洗洗咧，就会当去食挂场仔饭。农会表示，刷落来还有别项课程，互囡仔体验完整的白米生产过程。希望学生透过这个经验，会当更较珍惜食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南区的树德国小哦，等起第2期的校舍、第3期校舍用地嘛已经定收完成了。因为当地流川哦，甲校园分做2区，环境哦是有歹味，阁有网塘。校长希望讲会当来整修、改造，真做是生态教育基地，嘛已经争取到经费的补助咯。
现在感觉没有那么深刻，是因为就德国市校长勇敢报说明校园的地理位置，因为学校内底有一条长大约130公尺、微流传引来的雨水用水准，拄好甲校园分做两边。学校烦恼若无好好整理环境，可能会卡到洗网桶。即马要甲中央争取补助经费，希望改善校园内的水环境。像现在护岸比较陡，那家长会担心，我们利用我们现成的腹地是够了，会不会让它变成缓坡？旁边会有很多的卵石，让很多的小昆虫生长，让这条整治过后，不是只有社区民众、大人，我们人类能用，而是连跟这些鸟类啊、各种昆虫啊，大家一起来享受这个鱼和同乐，然后以这个大树为教室，一起来使用这样。让我们的树德国小里头有一条能够让小朋友做水环境教育、清水的一条圳沟。鱼仔伫水内底游，这条雨水用的水准已经足够，两边布花有安全记录，也定有民众乱弹喷射。校方希望整治了后，用两边食物丰富的特性，成做户外教学的场域。那么这个现场事实上这个水质如果我们再多加控制，那我们做一些这个生态工法，然后再跟这个整个周遭的环境做一个这个融合的话，那未来一定会是全国一个最好的最佳的一个水郡文化的一个教育场域。经过民代拍拼争取，中央甲地方提供拢总大约4000万经费，学校希望除了会当改善环境，也通结合在地元素，打造一条水准生态廊道，加做永续校园的示范基地。记者综合报道。天气不稳定目前气象署将对全台湾16县市发布大雨特报。受到低压带佮西南风增强的影响，明仔载中南部地区同款拢会落地渐阵雨，尤其是南部地区就要注意大水雨。其他的所在云会较济，过道嘛要特别注意西北雨。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中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1度；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2度。华东地区上低28度，上悬31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播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播3点，咱再会。